就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翠心鸾》。一个真结束也有啦，卡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什么感觉？我笑你根本不知影。石的烂，海水的干，酒泉的话你敢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对我讲袂想怎是心我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看无你较快活。唔着紧共过一下，死哩，搁点仔咧拍啦咧，你搞个死哩！哼！看叔，你有要紧无？我无紧，伊我紧，我有要紧。恁两个等我面头一个干呢？哎呦，你现在你是咧创啥？莫安尼好无啦？后摆若是要甲人讲话，大姐，我是医生，我甲你负责。但后摆我会向我准。我是这医生啊，这样，咱讲的好。手紧啊！啊，大医是要紧啊无？应该是不要紧。我灶骹还未清好咧。你医生到底找你什么代志？你也袂敢要交代，是要选去倒？啊，有即摆又搁是安怎？好啦，有啊，会晓坐啦。讲啊！阮本来是要去村长因兜的啦。敢有影？我啥物代志遐重的啊？你是袂当讲，偏偏你暗时啊要讲，安怎？是个黑骨头你要巧人？哎呦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啊大声是要创啥啦？啊有话就慢慢啊讲啊咧。好啦，讲。啊，唔着讲。讲啊讲！好啊啦，最先啊，莫安尼啦，好无？喂！啊是啥拍的啦？哎，最先啊，哈嘛，你唔困，你是要倒啦？你是困饱啦，怎么要吹唠唠的啦？水仙啊，水仙啊！哎，这个囡仔真正是变款啊！喂，春海，今仔日无法度去啊？
蔡姨夫受伤啊？嗯，明仔载再搁联络。嗯。春春卡来哦。嗯。阿母，什么代志啊？手，那是你。恁无来阮厝，我就打电话给秋金啊，伊甲我讲你受伤啊，我袂放心，所以来遮甲你看卖。阮爸爸请你明仔载中昼来阮兜食饭啦，伊会叫恁卫生所的主任做伙来，大家重新来参详你的计划。若是明仔载中昼无方便哦，会当搁约时间啦。真多谢你啦，我看是。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，有找到因爸爸出面，我相信主任一定会好好研究你的计划，袂一个会甲你拒绝啦。你来偌久啊，哪会拢无出声啊？蔡医师，明仔载你也是气势真好啊，我感觉你的计划对阮参谋长来讲是真重要的。无好啦，我明仔载准时到位。我为着秋金啊，要互伊担起这个做新妇的责任，逐项工作拢放乎伫咧做。讲来讲去哦，嘛是为着我的长底脚囝。我安尼做到底是对还毋对？毋过较早我的大家有甲我讲过。成子举走，成囝就不好。我安尼做敢会？阿母，你起来啊！你人无爽快啊？头壳足痛的。你是安怎疼？唔知的，我拄安尼
鬼后脑筋啊，一直听到我边边来。阿母，你放我轻松咧吼。有较好无？有啦。手金啊，阿母，我自手头放有水仙啊，你感觉安尼做对毋对？我毋知影。我实在感觉讲有淡薄仔后悔。阿母，莫想遐济啊，可能是你食吃的关系。干安尼？啊，你哪我袂？这工我会当地头家。听的心无理由，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对我讲袂想怎的。英山啊，啊无甲主任敬一个啊，讲。主任，我敬。英山啊，啊主任随意你嘛爱干杯啊。啉酒啊，看个人酒量，啥意思？你免勉强。无喏，这时势境势大吼，礼数本来就是爱安尼啦。主任啊，阮查囝吼，知影讲主任今仔日要来，啊专工去厨房吼，啊做啊一大堆这个料理出来，啊毋知会合你的口味。来来，英才啦。主任，我嘛敬你。春来小姐，酒量阁袂歹啊！开始，我接一电来。喂，嘿，我王友林啊，嘿，哦，真当的哦，哈，我规个晡拢等你的电话讲，哟，安尼哦，哎呀，有影当着这款代志实在有影真麻烦吼，好安尼哦，上好上好，时要到，好啊，好，我等你吼，好，再见。王大，你请我食饭，创这种场面，早知影是安尼，我今日无会来。哎，莫安尼啦，主任啊，迄少年人哦，有少年人的理想，拜托一下啦。你也毋是毋知卫生所这个体制，规矩也毋是我定的。就算我毋反对，时到我的顶死无一定会动。安尼啦，你吼，毋管顶头会同意袂同意哦，你先甲送伊啦，啊，伊若先甲断一个，吼，啊来，安尼我甲英山拢会感谢你。免，伊若莫搁甲我找麻烦就好。新目睭啊，也毋捌看到这种菜鸟啊，遮尔搞怪。安尼啦，报告你甲送去你啦。好，看你的面子，要无这顿饭我是食袂落。我先走。无喏，主任啊，啊，咱就讲好啊，啊，报告你嘛退去。啥意思啊？这报告写得袂歹，有淡薄建设性。
题拍离，上好拍离拍煞，顶头搁我附一个正式的公文签，我怎毋知会你送去？上好会当我的房屋倒底，我会用再改签。我送你啦。啊，明天再来哦。你若别安尼做，加了工的啦。哪会知影恁主管是这款人，连我拢看袂顺眼。啊，你的胸有较好无？以后我不准你啉酒，酒是刺激性的饮料，对你的身体有伤害，你知无？你会记？是蔡医师，我嘛知影酒遐尼歹啉，我才无爱啉咧。你的菜做了袂歹。多谢。来，用一个茶啦。多谢多谢。阿美啊，水仙啊咧，少年人这个时阵是咧困火大哟。歹势啦，啊无恁遮小坐一下，我入来甲叫吼。大家你遐济讲啊？唔免啦，多谢。小囡啊，想袂到讲吼，这个代志安尼遮歹扭人，啊想袂到讲安尼，甲你浪费遮济时间。袂啦，做生意往来吼，什么款状况拢嘛有，愈有条件性的，我是愈有趣味。你看，我连我的八字嘛拢摕来呢。哦，给你。你看，小囡啊，你实在哦，愈摆剃头，我愈有兴趣，看也愈有啥物步数。惊的心无理由，我请你放心肝，对我讲袂伤怎？医生啊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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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母啊，爬袂起来啦！你叫老中咩事哦？用抓到搁来。哎呦，你这个囡仔太安尼，紧起来讲安尼啦，起来啦！啥物啊？啊，红等遮尔久啊，啊人精神阁无要出来。好啦，伊若毋出来吼，我来甲请。有恁俩，免俩遐冲动啦。经理，你抄我行地方啦，甲我排较紧的时间，写等我重新。你知嘛？这是我的名片，时间我拢安排伫名片后壁，我一定准时来甲你拜访。万事皆拜访。实在有影歹扭人。来，坐。好啊好啊。王先，做这生意哦，就是安尼啦。无论讲走一撮就好势，放啊轻松。我相信哦，讲这块土地啊，我绝对买会到。哦，你遐尔自信？加开一寡钱就买会到啊。是讲这来讲，世间有真侪代志哦，毋是讲用钱就买会到，你讲对无？你秘鲁好？嘛好啊。长围村医疗品质改善计划，蔡英山。会记你啊。王先，写这客户书，这蔡英山是啥物人？哦，一个卫生室的这个医生啦，当啊毕业的，真少年。这医生真优良哦，连讲哦找一个时间安排我甲伊见一下面哦。哦，
你敢若看两张纸就知影。洪先，我老实甲你讲，起病啊是我后一个计划投资，所以啊，我有接受真侪医生，嘛有甲伊研究过啊，所以我看到这哦，我就颇颇了解。陈丹，你对这自身事业有兴趣？这毋是自身事业，起大病药是趁大钱的，歹势哦。洪先，你当时要甲安排介绍噻？随时都嘛会用的。也毋过真可惜啊，这份计划哦，虽然真好，也毋过哦，我都人进了。是有啥物困难是？送去到卫生所主任遐吼，就叫踢落来啊！莫讲遐啦，啉酒。李经理，麻烦你甲我斗下去，等下倒来公司的时啊，才拍一个电话联先生，甲讲我要请伊食一个饭，甲伊见一面。好。你咧讲迄个连线信息啊，时到你就知影。安尼啦，这代志哦，由我来甲办了。听有这代志我办好势了啊，我才会交付这撮意思。好。